团坤啊，也是那边哦。很多人哦，佢到底天来风水木嘿，好难猜哦。也为是菲律宾开创世界监狱，欢迎多多爱水的篮球场控哦。不团坤那里也是那边的。这该不会也是监狱吧？冇唔错，也是大家讲全世界千人头的挪威哈尔登监狱。这是选美比赛吗？不会也和监狱有关系吧？也是一件巴西五子监狱判的选美比赛，后背啊还有hand卡贴片的哦，给个老眼向下看下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日葵，欢迎收看这礼拜社会事件簿。同我做小编的是钟头，大家好。三呢钟少，大家好，第三届变真音，大家好，过来看到超妹，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节目现场。一样4个题目，如果都答对，前面3个地球之外，全部都错的，所以拿到我手后2只金球。那礼拜同大家来看的这个主题，可能对你们有一点陌生，大部分的人可能没去过，有些人可能觉得害怕、恐怖。到底是哪位？看我来看这礼拜社会看世界。哦，做坏事就老人关起来，老人关到监狱是一种唔知、爱知。连隔壁阿婆咩啲嘅處罰方式，犯罪嘅人本人關到監獄過後，冇辦法自由行通，包含飲食、生活、通信都會本人管制哦。嘅條辦嘅監獄，有一下監獄窮用咯。啲古希臘時代違反法律嘅犯人，會本人要求納罰金。這樣時嘅監獄係用嚟管納唔出錢嘅人。唔係拿來處罰犯人嘅。古羅馬人先前開始老人關起來，準做一種處罰。這樣時為老人關到籠誒，地下室、地下水土，犯人都關啲環境惡惡做做嘅地方哦。中國前代有一個文學家馮保，日本人作起關，佢講監獄地位嘅犯人，接日本管理嘅人用當粗殘嘅方式來苦毒。監獄就像係人間地獄，嘅一下嘅監獄咯，老條白嘅監獄有乜嘅冇區用呢？我好奇問一下，四位小歐有人去過監獄的嗎？金盆洗手，改過向善。你什麼時候去的？不是，是那個嘉義那邊有一個那個觀光的監獄那種的，然後就有進去看過。其實東西都很簡易，就是感覺那個馬桶隨時都會壞掉那種的。空間很小，可是要塞很多人，就其實它是很不便的一個地方。OK， 小夢中稍微解說，你叫佢提咗題目，先從題圖來看，兩隻監獄係會在哪位？來，地球開始轉動，到了北歐，哪個國家？挪威。啊，挪威嘅看乜嘅監獄，先用相片來解圖。這個人有人認識他的嗎？他是2011年的時候，挪威曾經有一件轟動全世界的殺人案。畫面中這一位嫌犯，他自己一個人殺死了77個人。我們今天的主題跟他所在的地方有關。我們看第2張照片，你覺得這是哪裡？該不是監獄吧？為什麼是該不會？覺得監獄又不可能那麼豪華。這裡面哪裡讓你聯想到豪華？就跟我們滿滿的衛生紙。不是，就跟我們刻板印象想到的那種監獄其實是不一樣的。它的窗戶感覺像是一般家裡的窗戶，不像是監獄的那種一格一格的。插頭，監獄裡通常不會有3C 產品。
大家的观察都很仔细哈。这个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他的监狱。题目是什么呢？我们仔细来看 Newsdog 的解说。请问，哪位持人犯对佢自家嘅牢房有乜嘅不滿？第一，牢房地板搶有危設架；第二，牢房地板冇明路。请出示答案。很好，太好了，分布得很均匀。刚刚说就是他在杀人的时候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没有任何同伴。所以你觉得他是孤鸟、孤狼式的攻击，他其实是不需要其他人的。我是觉得一，你说二，我说一不太可能，啊因为他毕竟是杀人犯，所以他一定是对人类有所偏见。为什么还要要求房里还要有别人？很奇怪，他已经杀别人了，还要求有人陪他。都说他是杀人犯，他当然也需要有人在里面给他杀，不是吗？你又跳痛了，你又跳痛了。我用猜的。删除法，倒来係冇明路本去當間區，就係冇判本去當間區，又搶 Newsdog。答案是，恭喜兩位，跳痛的跟猜的贏過兩個，推論的跟真的一樣的，還有天理嗎？沒關係，事出必有因，究竟為什麼？我們請 Newsdog 來解說。牢房里槍油氣嘎一撒，有乜該唔錯噶？他為什麼要抗議啊？其實啦，一生人關啲籠喺度，長時間冇人做啲講法，對人類嚟講係當痛苦嘅事情。不過檢察官因為佢犯罪過後冇悔意，老騙人關強下，可能會散播危險嘅想法，故所本佢自家關多一件。所以他後來有室友了嗎 ？No， 發現清醒嘅判決係佢輸脫咧，不過佢唔接受安尼嘅結果，安算繼續上訴。殺了人還告政府，我要是被害者家屬，聽出懂欠。佢嘅犯罪行為，確實本受害者老家屬帶來千大嘅傷痛。不過一個無不佢持續嘅受害者，伊係咧安樣講？本不列維克控告政府表態佢嘅人權係當重要嘅事情，不過也唔代表講佢贏咧，點都係挪威社會贏咧，因為也代表一件事情，喺挪威連恐怖分子嘅人權都受到重視。不過應該記得，佢代表嘅極端想法係人哋愛去對抗、愛去主動嘅。我们很无奈的先恭喜两位非正统答题法的葱头跟张宇烧，拿出你们第一个地球。来，我们继续加油，好不好？正义一定会伸张的啊！来，第二个题目，我们先看下一张地图，往太平洋前进，到了，这是哪里？美国。美国，这是哪里？遛狗场。监狱里面的公园活动空间。你有看到他衣服上的字吗 ？Corrections， 矫正。我们通常会把监狱当作是一个矫正中心。来，监狱里面遛狗，我们乜嘅就搶 Newsdog。叫佢來監獄嘅原因係乜嘅喏？第一，嚟看條白嘅主人；第二，嚟接受犯人嘅訓練。請出示答案。只有我自己猜了。因为这种东西太不值得思考，这种东西就见一只狗有什么好重要的 ？OK。所以说接受犯人的训练，可能是要让那个他不一定可以教他怎么认毒品吗？缉毒犬。我几乎被你说服了。他遛狗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训练。就是如果他以前是他的主人的话，那害他去遛狗是一个正常的事情。跟以往一样。来，我们去公园尿尿啊。我觉得就是可以来矫正犯人。
哦，狗狗可以，因为毕竟是自己以前养的狗，就让他想到以前也许正常生活的时候多么的快乐。OK， 所以是心理层面的。嗯哼，好像都还蛮有道理的。我们就来看答案吧。答案是，谢谢。哦，真的很笨哎，为什么？我的天！我帮他拿球好了，我怕他不好意思。哦，有没有？大家都懂，其实都冇可能咁正經像鐘校所講嘅，竟然反面就係訓練狗啊，有咩訓練？當然從狗嘅通類 new stock 嚟計算。反而做乜解愛訓練狗嘅呢？寶寶，美國當到監獄都會本狀況穩定嘅反應，學習訓練頭擺本人苦讀嘅狗誒，聽書記到在個幸福人類。記得看起來感情當好哦。係啊，記得啊，啲照顧狗嘅過程地位，沒有狗嘅老記得做伴，反而係雷拉講，愛啲老記得相處嘅過程地位，變做咧動有耐心。一條狗誒，像人哋咁樣，確定咧，記得像人哋咁樣需要人嘅關心。韓國一條反應，啲表出嚟過後，會變做專業嘅狗嘅訓練師哦。那這些狗誒會成為犯人的寵物嗎？飼療好嘅狗誒會開放本人領養，唔看，一隻是本人苦土嘅狗誒，尋到其新嘅主人咯。那個辦法真勁當好哦，讓動物和人同時得到幫助。保護係啊，美國有當到監獄都有安養嘅計劃，韓國啊唔單止係狗誒，還有貓誒、老貓哦。边缘人跟臭妹不要气馁，好不好？才一半而已，你们有可能跟章鱼烧都是并列2科，加油！来，下一题，從題圖先來看。來，從歐洲到美國，再回到歐洲，從北歐到了西歐，你係哪位？荷荷蘭蘭，荷蘭，我看嘛個咧，聽一種題圖。哎，大家看到什麼？圆圆的东西。圆形的建筑，在你印象所知里面有什么建筑是圆形的屋顶？小巨蛋，啊、小巨蛋确实是。还有呢？教堂，教堂。那这个不是教堂，也不是体育馆，它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监狱， ——监狱。来，下一张图片，有没有？我们刚才看到它的外表，我们只看到屋顶，不止屋顶，里面整个建筑也是圆的。里面是什么场所？运动场所，他们在做什么？篮球好像篮球有，我有看到篮筐，足球，然后足球对，也有球网，这是一个运动的场地。来，我们抢 New Stock 出题。請問一位係哪位呢？第一，飯店改建嘅監獄；第二，監獄改建嘅收容所。又係2對2啊！哇你可以邊笑邊講。我知道你已經覺得自己又要拿一顆球了，又是我，哦耶！不是啊，因为我原本觉得是那个监狱，可是又感觉它真的很像一个运动场，也不像监狱，所以还不如说收容所，让他们有个运动的地方，还比较合理。你有聽過一個 term 一個用詞叫放風嗎？有，就監獄的犯人，其實他們有一段時間是可以，比方說打球，或者是出來透透氣。
这也太豪华了吧？哦，太豪华，所对啊以因为它豪华的程度，你觉得不是监狱？收容所可以很豪华。感觉比较可以。他们如果出去运动，应该还是穿着一样的衣服，可是他们穿的是自己的轻便的衣服。突破盲肠了，真的，衣服这件事我没有注意到哎。他们的门好像大部分都是用铁做的。哦，收容所不需要铁门，原本饭店的门不会是铁门吗？我没有住过有铁门的饭店。刚刚答的那一题就让我觉得很惊讶，就是对犯人的那个福利做得那么好，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也是监狱，反正就像他刚刚说的，除了这是铁门的以外，那他福利对待犯人就是也的态度，就是那些让他们运动，我觉得也不错，就不会让我觉得很惊讶这样，甚至可以让他们穿自己的运动服，对不对？到底谁来也谁没错，抢孔给答。恭喜两位女士又是没有球啊！你的球呢？单位记得要拿出来。你刚才说下题嘛，对不对？好，没关系。来，两位，第3颗球，然后你第1颗球。我们看下一张照片，你看得出来他是谁吗？荷兰有很多来自中东跟北非的难民。好，这是一个难民的收容所，他们可能是一家人在收容所里面，虽然不是这么的，我们刚才跟我们看到挪威那个比起来，不是这么的宽裕，那个是监狱，这是收容所，可是他依然就是提供了他基本的生活所需。他们的那个犯人去哪里了？原本的犯人？哎，很棒的问题耶！这待会我们会有详尽的解答。其实是荷兰已经不需要这么多监狱了，所以大家都已经离开监狱了，才把多余的监狱改变成收容所。他们反而比较多的需求是让难民住的。即使这个地方是监狱改造的，他们也是会觉得很开心，为了这个场地可以生活，因为已经比他们在原本的国家还要好的生活，至少正常的生活起居了。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于不同环境间的比较。假设你去跟挪威的监狱比较，那当然挪威它是一个非常注重人权的环境，所以可能在那个地方的监狱都比一般其他地方我们一般的家都还要好了。可是他们是来自于战火摧残的地方，如果有一个栖身之处，免于战火，其实对他们来讲就已经很满足。那斗呆对荷兰了不起，你要办准州，你要办变种搞另外看我不要看。为什么监狱会改成难民收容中心？反而很难为嘞。哦，荷兰也今年嘅犯罪率越來越大，監獄地盤嘅犯人咪越來越少，已經有25隻監獄關停了。故說啊，佢哋就改建空嘅監獄，本找到荷蘭嘅難民來吃。住监狱，难民敢不喜欢？吃地球嘅監獄當然係唔會歡喜嘅事情啦。不過啊，比起戰亂嘅成分，好加多咧。有一個敘利亞嘅難民講，係講一個國家冇犯人做得慣，唔就係一個清安全嘅國家喏。我想愛吃啲安用嘅地方。为什么荷兰的犯罪率可以不断下降啊？很用的做嘅。冇，荷蘭嘅犯罪率不降大，當重要嘅原因之一係佢哋讓犯人關到監獄，唔係為到處罰，唔係為到隔離，點都係為到天數犯人重新轉到社會。故所咧，佢哋會天數犯人培養康健嘅生活習慣，好好運動、讀書，未愛學校自家煮飯咯。有道理耶，迄讲犯人转到社会，就得好好生活，好好做事，谁会想要犯罪呢？大家猜猜看，我手上拿什么？金球。这是要干嘛的？给我的。最好是，好不好？各位加油了！体系加题目，先从体图来看。来，转到了哪个国家？海地。有人听过这个地方吗？
有没有在新闻中听过？海地之前发生过很严重的一个天灾，大地震，旁边是墨西哥，上面是美国，下面就是南美洲哦。海地在中美洲，那海地我们要问什么东西呢？看来看下边的这题目。某个反应做得本人调不退。第一，莫名从好衰嘅；第二，表现好而奖励嘅。哇哦！以防我看错后，你选2，瞎猜王表现好，边缘人表现好，臭美也是表现好。下面通常会比较挤，然后睡在吊床上可以就是自己一个人，不用跟别人就是挤来挤去。而且就是看下面那个犯人是睡在地上的，所以我就觉得睡床应该是表现好。那个地方应该是还蛮热的，所以睡床铺会蛮热的。然后表现好睡吊床，吊床比较凉吧，因为下面可以透气。地板那种水泥地不都会那个凹凸不平吗？然后一定躺着很不舒服，所以睡吊床，然后睡越高的代表是更最厉害的，因为你以为是猴子啊？我有一点意外，没有人选1，但或许你们都对，你们都讲的这么有道理，所以交给 New Stock 了。嘿嘿，小欧事件部保住了这颗金球，落入瞎猜王的手中，好不好？你很不错，你答对3题，但我给你们看海地监狱的其他照片，你们就知道了。你们看到什么？多人哦，大概有几个人100-200吧。我跟你讲，几乎不下100个。这应该是原本可以收容20名犯人的监狱，现在将近有100个人在里面。为什么睡吊床？没有床可以。你怎么摆床啊？根本没有空间可以摆床啊！你们觉得这是什么？食物。这不是吃剩的厨余，是还没有吃的食物。更重要的是，他们1天2餐都吃这个东西，因为环境这么不好，然后吃的也你们看到了，如此的不堪，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体型都怎么样？瘦，因为没有营养，睡得不好，怎么可能身体会健康？不健康就胖不起来，然后很常生病。节目日可以学习，因讲2礼拜主题，从你的小下人，我其实可能按到素材感肉之后，佢哋就要設計心得啦想法。觉得刚刚就是那个美国那个监狱，就是犯人训练狗狗的那个主意还不错。出去外面之后，可以找到一个像是训狗师的工作以外，狗狗也可以，因为它有说是被虐的狗嘛，所以狗狗也可以因此的填补自己的内心的那个创伤。我是觉得挪威的那个监狱令我有点惊讶，因为他已经杀了就是77个人，是，那他住的监狱还是跟我们大概一般自己的房间差不多，很特别。我就觉得说他们那个国家，尤其是那个幸存者，他还去帮那个杀人犯讲话，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人权，所以我觉得很特别。而且不一定他这么注重人权之后，那个杀人犯也受到感化，就觉得说，那个人权这么重要，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另外，就是他的想法有可能去有所改变这样。这里我补充一件事情哈，他其实不是帮那个杀人犯布列维克讲话，因为他之所以这么讲，就是他认为所有人的人权都是一样的，而不是布列维克这个关系。就是说，今天不管哪个人犯了这个罪，差一点把我给杀了，我一样坚守你应享有的人权。我很印象深刻是那个荷兰的收容所由监狱改的，因为我觉得很温馨，而且他们的想法也很棒，就是那个空间不会浪费，给最需要的人使用。我知道大家在分享心得的时候，眼角的余光都一直看着眼前这算什么血滴子吗？来，我给摄影大哥看一下，你们记得我们在海地监狱
看的那一大桶吗？它是玉米粉、燕麦跟米加在一起煮的。先研究不伤身体，这绝对人可以吃，对人体无害。吃起来的，吃下去再讲话。0分到10分，这个食物你给它几分？好，我们一起鼓掌，谢谢边缘人，好不好？哈拿豆貼片嘅全法嗱精彩節目，記得大家禮拜六晏晝7點半準時收聽。最後是天普，學寶來啦！來，大家揮手的同時，不要忘了有一位同學，好不好？啊，姐是真的餓了是吧？還可以嗎？很惡心，你還要試試嗎？